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3月1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打造健康运动幸福城市，中央运动部甲台南市政府共同开了1.9亿，兴建南台湾第一座社区运动馆。上午举行动土典礼，由运动部长李阳、
加副市长叶铁山以及多位民意代表加体育界人士共同探讨，祈求工程顺利。射击运动馆预计伫116年底会当完工。伫个固定甲着人狮团精彩演出，为台南市关庙射击落瓦运动馆的动土来揭开序幕，包括运动部长李阳、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甲着体育界的人士共同举行动土典礼，场面热烈。枪头，台地平安，迎进这个。你枪头，祝贺动土顺利，电机就着。三枪头，祝贺工程圆满，积分重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大概有1.8公顷左右。那这一次总投入的经费是1.9亿，谢谢李部长支持我们1亿的经费，掌声感谢一下好不好？也谢谢委员大力的争取，所以我们希望透过1.9亿的经费来打造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射击场。所以刚刚在我们建筑师特别有说明的，未来有10米的空气枪、25米、50米的射击的场地，另外还有2个定向跟非定向的所谓的户外的靶场。希望说未来在北部有公西靶场，那在南部我们这边就有关庙的靶场，就诚如刚刚副市长所说的，那我们希望南北都有，那让我们台湾的整体的运动环境可以越来越好，也不会至于这个南北分布不均这样。我们会希望说，我们不仅可以提供选手最好的训练场馆，也希望在推动运动这一件事情也是可以全民参与。位伫个关庙深南公园深坑仔段781至44个地号，占地大约5600平，市府规划设置符合国际专业标准的射击场馆，并且结合落瓦运动的概念，兴建南台湾头一座射击的运动馆，总经费大约1.9亿，中央体育部补助1亿。规划地上2层，地下1层，设入10公尺的空气枪比赛区，以及25公尺甲50公尺的射击比赛区，多功能的教室，以及定向甲无定向的飞靶比赛区、练习场等，预计116年底就会用来完工。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为3月16号开始到18号。受理台南市议员党内提名登记作业，东区的欧正豪16号第一位前往市党部完成登记。伊是由妈妈也就是现任的议员詹培雅陪同完成登记，象征地方精神的传承，也佮有世代交棒。伫个议员詹培雅服务处的志工妈妈，佮着支持者的陪同，代表青年世代的欧正豪。上午嘛来到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正式登记参选后一届议员党内的提名作业，成为国民党党内登记的头一位。欧正豪表示，对4当前对着妈妈投入基层的服务，陪同走访社区，听取民意，深深了解着地方的需求。伊希望以着温暖的传承、青年的力量为理念，延续为地方打拼甲服务。在这次4年来的基层服务过程中，我也看到很多长辈的需求，甚至我是一位爸爸，孩子4岁，接送小孩上学，或者是听到很多的社会案件，也知道孩子的关怀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更要关注的地方，重点针对的地方。所以，对于青年从政的期待，对东区的建设，对长者喘息服务，更多福利放在我们长者的身上的守护引法，还有最后是我们的亲子公寓，我们这一代就是非常少子化的。从长辈到我们的家长，我们如何教育我们下一代，让他们在更友善、更好的环境、更有多爱的环境长大？我想这是正好从政未来一定要努力做的事情。议员詹培雅加这位志工妈妈的陪同，我正好伫个登记完党内提名作业，现场加油党宣声不断，希望会用继续传承妈妈的服务精神，甲着世代的接棒。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今年的中华职棒热身赛热烈开打，
台南市亚太主球场甲副球场首度加入热身赛使用场地，成为赛事的一大焦点。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前往替统一赛打气，同时邀请全国的球迷3月29號到亞太星棒主球場，共同為統一賽新主場加油，見證歷史的時刻。來，聲音大聲一點哦。Uni Girls 啦啦隊熱情應援，2026中職官辦熱身賽事第一場由統一賽對上中信兄弟，賽隊佇前6局就摕到9分領先，結果以10分比1分的成績摕下勝利。內角，主審這次拉弓箭了，外角第一嘗試一下沒有，反倒是內角。現在是形成了再見3陣，也結束這場比賽。今年亞太星棒主副球場頭擺加入熱身賽事使用場地，預計佇副球場有2場，主球場將佇咧3月20到22舉辦3場。除了提前替新賽季來暖身，包括球迷率先體驗新球場的比賽氛圍。我們通過中華職棒聯盟的認證，讓我們的球場可以成為正式的比賽球場。那非常謝謝中華職棒聯盟，也謝謝大家的努力。那我們中間有面臨可能要再優化的地方，我們要趕快加以優化。市長黃偉哲佇熱身賽事第一天就親自前往觀賽，替在地球隊統一賽來加油打氣。唔那強調亞太星棒主球場正式通過中華職棒聯盟認證，同時邀請全國球迷3月29來到亞太星棒主球場，做會見證台南棒球的重要時刻。這個鐵路跟高鐵的接駁部分，我們在開場前2小時，以及比賽結束後30分鐘都備有接駁車。那停車的部分，周邊的停車是非常方便，大家請放心，停車絕對沒有問題。好，有2000多個汽車停車格，1300多個汽車停車格，絕對夠我們使用。統一賽正式租用亞太星棒主球場做新主場，未來一檔預計將有48場主場賽事佇遮進行。市府已經全面盤點周邊交通配套措施，確保球迷有上好的觀賽體驗。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大灣吧連續17天舉辦聖誕公益點燈的活動，鼓勵參與的學童將活動過程加美好的回憶，透過文字畫圖留下記錄。這屆參加作文甲畫圖比賽前3名的小朋友，16號下晡由百貨店長蘇鳳燕一一頒獎表揚。台南大灣東百貨連續17天舉辦聖誕公益點燈活動，邀請150位偏鄉各縣學生來到現場，不止精神運動的等豐富的聖誕禮物，也有規工的豐富行程，讓因感受滿滿溫暖。為了鼓勵所有學生將參與的過程透過文字加圖畫留下記錄，百貨持續舉辦徵文畫圖比賽。16號2組的前3名由台南大灣東百貨店長蘇鳳燕代表一一頒獎表揚，有獎狀加商品禮券，場面溫馨。也有大的聖誕樹跟煙火，上去那個上面的人偶在跳舞，我看到很多煙火，還有很大的聖誕樹。感謝這次遠東百貨讓我們可以大展身手，寫出這麼棒的作文。這次的徵文以及作文比賽，讓孩子受到很大的照顧，讓孩子被看見。那麼我們相信，在大遠百對孩子的照顧之下，讓孩子的這份善心能夠播種在我們的心裡面。未來懂事長大了，能夠將這份愛傳遞出去。那就借由聖誕節這麼歡樂的節慶，讓孩子們來有參加一個晚會，帶回了很多很實用的用品，然後就借着作文還有繪畫的比賽，他們能夠發展他們的才能，更留下一個教育的意義。所以在此也代表學校感謝台南大遠百遠東百貨企業這樣熱心公益的善舉。雖然學生面對鏡頭攏相當緊張，不過因發揮創意，將想要表達的、想要講的，攏在文章加圖畫當中。希望家己以後大漢嘛當將這份溫暖繼續傳播落去。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在這。
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菲律宾嘉美地市的市长丹佛蔡日前特别率团访问台南，并且伫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高雄分处代理处长尤伯浩，甲台雅电揽菲律宾代理商吴书剑陪同之下，前往市府拜会恩威特市长，双方嘛就互利合作的交流展开会谈。台南市与菲律宾嘉美地市早在1980年缔结为姐妹市，至今已经迈入第46年。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今年1月访问菲律宾时，也曾专程拜访嘉美地市。当时因为市长出国，所以由副市长本身雷利代表接待。双方当时既表达希望进一步强化交流合作的意愿。这次嘉美地市长丹佛亲自率团回访台南，也象征两市互动更加密切。上次我在前去菲律宾参加阿克兰省的活动的时候，很有这个荣幸在马来亚见了副市长以及副检察总长。那我们就心里面我一直期待说，我们已经延续了46年的这个情谊，能够有更多更具体的方式，能够拓展这个友谊。那我想今天这个场合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欢迎各位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待会儿我们可以一直可以持续的讨论如何加强彼此的情谊，包括我们的学生互访以及更多的工业跟商业的合作。 We are truly thankful for the invitation to visit your beautiful city an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avite City and Tainan City as sister cities. For your warm welcome and hospitality, we look forward for building an even stronger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c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会谈中，双方针对历史文化、学生交换以及工商业合作等面向交换意见。访问团一行10多人，也前往关庙区的大雅电缆公司参访，并听取企业简报。丹佛市长对于绿电产业发展表现出了高度兴趣。Can you show us more of the photos of your fishery and solar project? We're really interested to see how you installed your solar panels on top of the fishery or the ponds. 嘉美地市位于菲律宾嘉美地省，过去曾是该省省会，也是台南市在菲律宾缔结的第一个姐妹城市。今年1月，双方更签署增进姐妹市情谊了解备忘录。透过姐妹市互访交流，不仅加深了城市之间的友谊，也为产业与文化合作开启了更多可能。台南与嘉美地市的互动，持续为城市外交再添新成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9届台南彩虹游行吸引大约15000位支持者上街，这回是以着“天无造假子”为主题，将曾经的攻击标签转化为骄傲的象征。今年不只是台南市政府伫市政中心挂上彩虹旗，市长恩威特嘛是首度出席，带着人气的吉祥物鱼头菌甲菜市鸭，做伙宣示大力小挺性别平权。白色情人节被彩虹色点亮，1年1度的台南彩虹游行登场。今年迈入第9届，以“天无造假子”为游行主题，现场吸引超过15000名支持者，以清凉造型展现姣好身材，希望借着游行唤起社会对同志政策的关注。我们以门神这个概念下去做设计，对，守护整个同志的那个游行这样。之前好像拿来作为一个对同性恋不友善的这个“人哪不叫踢力，踢了不叫尬技”的这句话，我们要做一个翻转，在后同婚时代，然后我们要把它提出一个疑问，就是那所以自然到底是什么？天力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家庭嘛？那家庭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受邀出席，带着吉祥物鱼头菌和菜奇鸭欢送游行队伍。今年游行创下多项指标性突破，除了永华市政中心挂上彩虹旗，连历史地标
标也纷纷披上彩虹旗，为城市增添友善色彩。台南这个台湾的第一个城市，台南这个古都很好啊，很象征我们多元，能够在性别平权，在这个我们的人权的平权，所有的这个工作上都能够有非常进步的展现。那这个展现要体现在各位，也体现在各位对于许多的政策、许多的活动的一个支持。主办单位也透过一连串的性别系列讲座、60个特色摊位与议题倡议，让性别平权意识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记者苏怀腾的报道。高雄高山区一间用火炭烘的烧饼店，是不少当地人真爱食的点心，有葱仔肉、红豆仔、麻仔等等的口味。烧饼的皮又搁酥又搁香，内底包的鸭袂伤油袂伤甜，是当地民众大力推荐的好滋味。刚出炉还热腾腾的炭烤烧饼，一旁民众正等着购买。烧饼有葱肉、红豆、芝麻口味等，烧饼皮酥香不干柴，葱肉内馅不油腻，想吃甜的有红豆、芝麻都不会过甜，是不少当地人喜欢吃的炭烤点心。那个就是它有独到的风味啦，就是跟一般卖的都不太一样。就是他们这个是我买了已经很久了。咸的，按觉得它的饼皮啊或内馅吃的如何？好吃。对，各有特色，你看个人的口味，然后你喜欢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对，只是有人喝下午茶或是早餐都 OK 的，或是小孩子放学买给小孩子吃都是 OK 的。很脆很香，口感呢？口感很好，我专程从仁武跑过来买。老板使用老式炉灶来炭烤烧饼，现烤出炉的烧饼厚实酥香，口感吃起来很有饱足感。老主顾表示，要吃烧饼就是要有炭火香味，如果遇上刚好出炉，现吃更是美味加分，也是小孩放学后或是下午茶点心都是最佳选择。烧饼的特色就是炭烤，炭烤就是它的特色。因为外面的大部分都是电烤箱，很费工，所以说炭烤没人要做，量又不多。这个桶子以前有人专门在做啊，可是因为一个桶子可以用10-20年，他10-20年才卖一个，他没合啦。因为现在做这个人的很少了，以前1年可能可以卖一个桶子或2个桶子，现在都没人买就收了啊。就不做了，你现在就买不到这种桶子了。民众表示，很多人会预定炭烤烧饼，所以一出炉可能就被买光。这手工小点心，很多人喜欢，有着眷村味与怀念的滋味。民众也推荐店内水饺，老板手工制作，水饺鲜甜，也很好吃。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大家对着老师做暖身的动作，透过培养运动的习惯，找回生活的节奏。这是为了配合将要举办的万金节马拉松比赛，新北市特别举行用科学成为你的配速员特点，透过数据甲活动的体验，带领民众认识身体，理解运动科学，找到上界适合家己的运动节奏。大家跟着老师一起做起暖身动作，透过培养运动习惯，找回生活的节奏。为了配合即将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赛事，新北市近日在市府1楼大厅举办2026新北万金石马拉松用科学成为你的配速员特展，透过数据与互动体验，带领民众认识身体，理解运动科学，找到最适合的运动节奏。现场设置5大互动体验展区，包括极速飞轮区、壶铃重力区、弹力回弹区、哑铃摆臂区及跳舞律动区，由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从肌力、耐力、协调性到节奏感等不同面向强化身体能力，让运动科学不再艰深，而是人人都能轻松理解与实践的生活工具。其实我们透过弹力带它其实本身是有阻力的。那我们在拉动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好的去启动我们在跑步时所需要的肌肉的一个方式。因为当很多人不热身的时候其实会增加我们运动伤害的风险。那弹力带它其实是会有阻力的，它可以更好的让肌肉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意识。
我们在准备要马拉松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至少大概12到16周开始准备，因为我们必须要第一个提升我们的心肺耐力，第二个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脚的肌肉耐力，要能够跑得久，你才有办法去挑战马拉松。那不建议的就是说，你报名马拉松当天直接去参赛，因为其实马拉松42.195公里，完赛时间可能短至2个小时，长至可能7个小时，它其实对身体都有一定的负担，所以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已经准备好马拉松，到了比赛当天的现场，一定要做足暖身，再进行到我们的起跑线准备出发。对，我们在跑后啊，不管是训练的时候或是比赛后，我们都会进入所谓的静态的伸展。那伸展的时间大概会落在15到30秒，不同的肌肉群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去伸展，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的肌肉不会这么的紧绷，也会去更好的恢复在我们日后的一个运动状态。新北市副市长陈纯进表示，许多人运动习惯靠感觉，觉得有流汗就好，累了就停。但其实只要多一点科学数据的帮助，就能让运动事半功倍。新北市希望传达一个简单的理念，让运动科学不是精英选手的专利，每一位愿意动起来的市民都能透过数据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让科学成为民众的配速员，陪伴大家跑得更稳、更久、更健康。这也是万金石马拉松长期推动运动文化的重要精神。我们这次的这个特展也非常非常有意义哦。让我们从小迷迷糊糊跑到现在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检测譬如说体脂的这个检测，还有我们专业教练跟我们分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身体这个肌肉的这个分布以及怎么样找出一个正确的这个节奏了来当成是我们的配速员这个是蛮专业的这个名词我是负责工程的，所以比较没有用这种配速员的这个，不过是最好的配比了像混凝土最好的配比它就可以用很少的材料能够有最强的这个强度，但是我们不是要跑要一定都要跑的第1名，而是要能够跑得稳。所谓稳其实是好的意思能够跑得久，而且能够跑得健康那这个对我们的生活现在以及未来都是相当重要。新北市体育局表示，特展希望传达跑得久、跑得好、跑得健康的理念，透过数据理解身体，也透过正确训练降低运动的伤害，鼓励不同年龄与族群跨出运动的第一步。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于展览期间走进市府大厅，亲自体验运动科学的魅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运动节奏。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
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